歡迎大家嚟到波良遊。今年暑假想去一啲冇咁熱嘅地方，所以就同小朋友去咗雲南7日。首先我哋會搭東方航空由香港直飛昆明，第一晚會住昆明，跟住第二日搭高鐵去大理住2晚，然後再搭高鐵去麗江住3晚，最後就會喺麗江搭返高鐵返昆明，再搭返飛機返香港啦。第一日去到昆明已經係夜晚，同埋已經喺飛機上面食咗晚餐，所以我哋去到酒店放低行李之後，都係落街行下，睇下附近有乜嘢買。咁昆明最出名嘅都係鮮花餅啦。今次我哋喺昆明入住昆明火車站自選假日酒店，入住當日咁啱佢仲係重新開張嘅，所以門口擺放好多花籃。因為今次我哋行程只有7日，所以我哋就係集中玩大理同埋麗江，而昆明好多嘅景點，我哋唯有留返下一次先去。酒店仲為每一位入住嘅客人送一份紀念品。揀呢間酒店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佢步行去昆明站呢，只需5分鐘，好適合第二朝早趕高鐵嘅我哋。由昆明去大理搭高鐵大約2個幾鐘頭。嚟到大理想玩一啲刺激又適合一家大細嘅活動，一定要上雲上山嘅路極主題公園。嗰度距離大理高鐵站約15分鐘嘅車程。招牌項目呢，就係無動力滑車，無需引擎，靠重力落山，手柄前推加速，向後拉就剎車，速度完全自己掌控。身高未滿130cm 嘅小朋友可以同大人一齊坐。園區除咗滑車，仲有白色禮堂、山頂大草皮，多個打卡位。2樓落日餐廳擁有270度蒼山洱海全景，日落景色一流。實用資訊記低，大廳前台可以免費寄存大型行李，大家可以下午4點左右入園，避開正午烈日，然後一次過玩滑車，兼且欣賞蒼山洱海嘅夕陽。我哋喺美團買咗套票，可以一次過玩3次嘅，而嗰度因為都有唔同嘅路線俾大家去熟習，所以3次我哋都揀咗唔同嘅路線去挑戰難度。話唔見咗佢哋啦！第一次玩需要熟習，所以少不免係會發生碰撞。一般嚟講，4至8分鐘就會玩完一次下山賽道。好快我哋就玩第2次，可能熟習咗第1次之後，個膽大咗，所以第2次落山嘅時候就行得更加快。
啲啊！扶吧！不幸嘅事情就發生啦，就係喺追趕前車嘅時候，唔小心失控就衝出賽道，好彩就冇衝落懸崖，而架車亦都唔係好重，所以都好快脆係可以搬返架車去賽道，然後再上返車繼續比賽。喺山腳可以搭返吊車上山。不過其實只要大家慢慢揸，根據指示，一般嚟講都係好安全嘅。唔係，我覺得係重量嘅影響咯。咁應該我最快。錯啊，係越重越快。但係轉彎好危險咯。係啊，我啱轉彎重。你嗰邊嗰啲啊？左邊咯，直望啦。好啦，咁玩完一個下晝嘅滑車之後，我哋就前往下一個景點大理古城。大理古城係古時大理國都城，背靠蒼山，東望洱海，全日免門票。青石板街巷呈9街18巷棋盤格局。滿佈白族清雅民居，離洱海生態廊道、路極主題公園都好近嘅。但係對小朋友嚟講，大理古城第一個最震撼嘅印象就係裡面有好多昆蟲宴啊，就係有好多販賣昆蟲嘅攤檔。哇！正啊正啊！蚱蜢啊！當然嗰啲昆蟲都係煮熟咗，係畀人食嘅。大理古城都比較商業化，裡面有好多連鎖嘅鋪頭，其中就包括呢間初雲谷，係賣雲南咖啡嘅。鍾意咖啡嘅朋友可以入去試一試飲，裡面嘅服務係非常之好嘅。
晚餐我哋就去咗一間出名、比較乾淨同埋坐得舒服嘅餐廳，享用雲南米線。来，手工帮你下，我们有几口的，我们有几口的。这个吃个吃啊，来吃。大理古城真係越夜越旺，越多人。今日玩咗成日，體力透支得七七八八，所以都唔喺大理古城逗留太耐啦。下一集我哋會同大家開箱民宿、踩單車遊洱海生態廊，仲有去埋喜洲古鎮。歡迎大家點讚、留言、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留意下一集啦！拜拜。